来是国民党的立委罗明才，面对着罢免，唔敢来放松。今仔日邀请到党主席朱立伦做伙车队扫街。罗明才嘛来拍出着悲情牌，讲伊总算感受到防霸凌的感觉。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戴伟山是个成功，应该回头来看家己伫立法院的作为，防罢免拄好领领。罗明才加油！手牵手画口号，8月23日罢免前国民党立委罗明才，等于到新店拼绿箭。主席朱立伦强调讲，唔通因为726完封，8月23就代议。他的贡献绝对是值得大家继续给他肯定。而民进党呢，我们可以看到集所有全党的力量，恶意抹黑、恶意造谣。出动几台宣传车，面对敌人打击，伊拍悲情牌。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霸凌，我以后会更有同理心哈，来面对被霸凌的单亲或者是老人家。现在国民党委员一贯的策略就会是先装可怜再说，所以但他应该回头看看自己在立法院的所作所为，确实被罢并不无辜。罢免团体嘛无放松，规工有来安溪、深溪轮流车扫，大新店走透透。面对726大罢免失利，8月23日赢空前的策略有调整，这摆是精准打击，针对国民党7席立委个人争议言行。我们看到，因为全台湾剩下7席的这个被罢免的席次，所以当然这个数量变少了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有精准打击的状况，但实际上是每一位委员都需要离开他的这个现职，必须要面对民意的考验。拜六就要投票啊，罢免攻守双方分别出招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